我係改峰，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家比較啲，定一個老朋友，點二家比，聊一段客家嘅風法。树干，恰恰个透出来，俺的娘伴起，我的身体，心都是个出口。我已彷徨，所感觉心都侧干。呀嘿嘛个世界，呀嘿嘛个世界。呀嘿嘛个世界，呀嘿嘛个世界。我想原則上唔是我嚟介紹今邊嘅來賓，因為家唔同呀，對唱歌嘅師娘，唔做啲佢邊啊，係出名唱多嘅不過唐師娘唱歌係當享受一件事情，因為佢咩唱歌係天天嘅，就講佢對唱歌嘅嗰種聲音、嗰種表情、嗰種表演嘅方式。我幾隻都幾樣，像嗰種掌控嗰種節奏一樣嗰種，我幾隻沉溺到佢嘅世界地步去，就像對我講，使用就像佢古代嗰隻巫女嗰種，佢用佢嘅聲音，用佢嘅音樂，就講用嗰樣嘅方式來讓大家得到一隻動態妙嘅地步，但是妙嘅都咪，呢樣妙嘅就很多客家。好像一開始我哋先請師兄。老蘭嘅觀眾朋友帶下招呼，一峰，還有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師娘。今日先謝謝師娘來上我哋暗上方法嚟嘅節目。不過講唐師娘唱歌嘅吼，我聽到佢你係人第一隻專輯嘅歌係咪吼？特別講到第一隻專輯，我就想我們回溯到千早以前。那時嘅開始接觸到吉他、民歌演唱，太好嘅那個時間。其實從細就喜歡唱歌嘅，咁一直以來呢就係合唱團，也係講做教會唱詩班嘅，咁一直到太好家下嘅樣時，喺台灣流行校園民歌，嗰時候我也有讓我嘅太好同學，組織女子二重唱，要唱嘅經驗呢，咁後面畢業以後呢，就知道講，唱唔下去嘅，因為個樣子，
当然係紀念時期哈，古時候就所有嘅作品就一定審核，審查，係。咁當然就講有批判性，也係講對社會、對政府有意見嘅作品就總唔得出現啦嚇。咁古時候創嚟創去就知道講沒有意思誒。古時候報名就因為我讀中文呢，報名就從出版社啊、雜誌界啊去做頭路。我也唔記得講我有創過一件事情咧。咁報名嗰樣時其實係憂鬱症幾下年，嚇。咁報名就係帶到莊下，帶到莊下就過一種半農半創作嘅安尼個想法。咁就看到天梯，特別有熱光嘅暗布條，最有聲音。去搞我當到聲音，去搞當到聲音，甚至我跳舞，土地嘅聲音。書嘅唱歌嘅，係，嗰種就係從嗰種大自然嘅嗰種環境度嗬，聽聽咧，我想可能係從嗰種點清度嗬，聲音潛到嚟吧，潛進嚟，剛才聽到嗰種聲音以後呢，就自家當自然嘅、當自由嘅去唱歌嘅、跳舞，甚至創作。我其實我想講，使用其實嘅開始圖按樣半農半創作嘅一個時期，即係慢慢地聽到聲音，嘅聲音係我出講冇係滾泥，又係黑化，又係一種唔聽唔識嘅像精靈一樣嘅按樣嘅，到底係樣嘅聲音。又係當好一個問題，其實呢係第三集。答案像精靈一樣嘅，係因為佢冇固定嘅語言，佢就當自由嘅。阿魯瑪，每個時空。嗰種共振嘅共感，感同嘅東西冇同樣，所以呢，佢帶起嘅身體，佢嘅聲音呢，也係講感情呢，嗰種流通嘅方式都冇同樣。佢按樣一種聲音吼，我是到老人家親祖嘅語言，媽媽爸爸教俾我哋呢一種語言，我有一種聯繫感。我想有人講詩歌係人類共同嘅母語啦，咁對我嚟講，我知道母語嘅世界就係老人嘅身體、感情、規則嘅生命，黏黑黑嘅。咁我知道就講一母語，當然唔講嘅一母語，我認為就係一種當成嘅一種內心嘅生命嘅一種召喚。嗰種一種召喚呢，唔單止係行語，甚至呢可以講係天地嘅自然嘅一種語言。嗰種當然對我嚟講，也行語也係其中我嘅母語一隻嘅來源。嗰種像依種彈嘅山歌，喂，對面嘅阿哥。讓我山歌安然到，其實山歌其實係按嚟溝通嘅，所以可以講，就講當然我係2002年開始創作，就係因為念轉自家嘅母語漢語。雖然剛剛講依就帶到莊下，嗰種母語言嘅語言，佢開始打開眼。不過呢，真正進入到音樂嘅，也係講歌曲嘅創作，我想母語也漢語，也係講客家文化一種就像杜琪樣嘅，安尼臍帶相連嘅，而確實作為安尼嘅文化嘅 DNA，也係講母語嘅一種召喚，去分享愛以後呢，就開始連接起來。其實因為唐都也好就。我想因為我哋
使用前一步的其实老电玩里头吼，大家有请几只的全部遐客家的女创作者，合作向下做一只客家女生，另外一只服生，其实一直想问讲，客家什么的嗓音，不管你文字的嗓音，也系歌曲的嗓音，那这件事情，你喺度表达向下是个，你有乜嘅想法，有乜嘅目的冇，有乜目標冇？刚才的话，也客家先结合的安尼个客家女生，好像清楚以后也系希望透過導演的一種新的無窮樣的一種生命立場，佢嘅無窮樣的一種視野，也係講一種表達的方式，來去結合到鄉下，佢邊咧講一隻嘅窗口樣嘅，去本行較多嘅人去談到誒條客家新。女性也係講佢哋生活咧，也係講生命嘅安尼嘅世界。其實聽使用講呢段吼，MV大家有感覺到冇？第一段入啊，只用唔係用講嘅點點，其實對講嘅過程係因對談，佢像唱歌一樣嘅。當然講到唱歌呢件事情，喺下一段我嚟談使用嚟講，就講既然佢係一隻音樂。一定有一種風格，一種想法，一種想要表達出來的一種訊息。我想等下你來從呢條風格、想法、訊息來談使用講，佢作為按多隻客家音樂嘅專輯，佢要做啲有乜嘅事情讓大家分享嘅，你喺度來談。每隻時代每一個創作者佢嘅作品。就像時空膠囊，唔假是有用行家深刻的嗰種態度，你就會發現講，就講呀作品，佢一定就會包含唔單止係創作者講嘅，佢還有社會時代文化嘅一種面貌，包含到度嗬，佢就像時空膠囊一樣嘅。其實常常講吼，講唱歌嘅人吼，其實用一種嗓音嘅方式去表達佢想要表達嘅事情，用一種有旋律嘅詞彙，用最老了嗓音音樂，慢慢地轉化變成一種藝術所以使用就係做一件事情嘅人。當然，剛一開始時我講使用一些像想象中嗰種聲音的巫女我說其實你可以形容我說唔可以講對我嚟講唔可以講唔錯嘅，所以其實人家就會有能力去掌握跟控制旋律，控制了旋律老音樂性嘅人。好像一點其實就會想講，佢到底使用開始學音樂開始，到底有參考乜嘅按到無困樣嘅音樂嘅一種脈絡也係視譜，這個有想過呢個問題？我想我其實當我可能我不卡我唐青島嘅就係安尼嘅世界各國嘅一種叫做民間歌謠，因為民間嘅歌謠呢，佢唔係一個量嘅，也係某個固定嘅作者創作嘅，佢係一種一個族群，也係講文化佢累積積澱，長期嘅積澱下來，就像一條山歌，佢冇固定嘅慢熱創作嘅，係啊，嗰種一種嘅音樂嘅內涵呢，幫我感受到嘅，第一就講。佢有一種生活的氣息，生活氣息，所以生活的密息圖嘅度。係，所以唔帶到喺高山，也係平地，也係挖海水，也係講，也係當人嘅素材，也係當野嘅素材，佢嘅音樂嘅風格，就會
透出来，做唔一样。嘿，第二，就讲按那个民间歌谣，本来就感受到一文化的特色。当然，因为叫语言，故所呢，佢也就文化的几种。人讲一种语言，佢做的承载一种促进呢思想啦、感情啦，也係講也按那個特色也得吼。甲第三當然，回到就講較現代有人創作嘅按那個音樂，當然叫個人的一種特色，可能也創嘅人老佢表現呢。有佢自家嘅面試，所以對我來講，我自家係希望我自家嘅歌嘅係變成到新嘅一種民謠。咁一種新嘅民謠呢，佢做得有多數年呢一種文化嘅一種形貌。就像剛剛講到山歌山歌其實你講這個嘛啥創作出來，你當然講。我當然講，不過就係流傳按多年下來，大家演唱摘茶嘅時期唱一下，寫衫嘅時期唱一下，所以演唱全部都留下來。佢實際我想啊，讓像我自家音樂同樣嘅情況，俾人哋慢慢留下來。從本身你嘅彈，係你講乜嘅方式，有自家有想過喎。好像我希望就講從那個音樂去尋到一條路，一條路呢係非常傳統，又非常現代。我想當然也面對也社會時代，也係講文化嘅霸權、語言嘅霸權。當然看起來也就客家語言係較弱勢，較弱勢。不過呢，我知道也就自家我有一種。主題嘅一種準備，然後一種課題，嗰種我也希望講，就講進入到21世紀，到客家嘅音樂，我希望帶出嚟客家文化基礎不斷嘅前世高長度嗬，我知道佢嘅包容性，然後佢嘅豐富性，然後佢嘅一種可能性，我希望係留意這部分。去創造出來。而家小玲有談到講包容性呢件事，有時候其實你對於現代應該講當代啦嚇，當代客家嚟講，我所以重要，因為其實當代其實國家大環境咯，應對變化嘅速度要當強，實際上我想用這個一種音樂嘅包容性，去留下乜嘅東西咧？所以係因為講創作，佢就像一個時空膠囊。講到我嚟講，創作嘅時空膠囊。係，嗰時喺度就像一山歌，喺度彈一山歌嘅時節，你就會感受到講，喺度會祖先先民，佢喺度會散發嘅一種嘅感受咁我知道每個時代每一個創作者佢嘅作品就像時空膠囊，唔假使係要用行家那個行家細膩嘅行家深刻嘅嗰種態度，你就會發現講，就講呀作品佢一定就會包含唔單止係創作者個人，佢還有社會時代文化嘅一種形貌包含到度嗬，所以我講喺度要留，就係要留按你嘅作品，佢就像時空膠囊一樣嘅，佢會推演保存也得得到當代嘅東西。係，其實我即個對於寫東西咧，沒有同樣嘅想法，比如講，其實就係你做嘅事情就係。真難，其實真簡單，其實咩真難嘅事情，就講盡量留你生活、你sống地位，我哋只動態嘅當到東西，我想嘅到嘅、接觸嘅到嘅、看嘅到嘅、聽嘅到嘅，寫下來、唱出來。嗰時嘅可能假嘅幾年、5年、10年落去，可能當到東西就過嘢，過10年後有年再個聽到使用嘅歌嘅時，佢說
原来10年前、20年前有你安样唱客家的歌曲，有一种安样的声音，一种安样的旋律，去来谈客家的一种同时大家关心的一个议题。其实唔单单係佢嘅旋律，韓國佢嘅音樂先聽，其實文字都連歌詞裡邊咩都重要。所以其實從第一張專輯當年每日，到第3張專輯都一集。啊，你韓國了以後，你即個對歌詞呢件事情，有乜嘅想要表達嘅嘛？就寫到歌詞裡邊。我想你講嘅因為佢係歌嘅，佢所也語言呢就係歌嘅一種載體啊，嚇。佢所加講嘅就講語言就像一個文化嘅一種密碼樣嘅，嚇。亦係講語言就像一個活化石樣嘅，嚇。唔錯呀，語言度嚇，唔做得清楚。深度嘅一個文化嘅一種特色，也係講進入到無同樣嘅一種時空度上嘅佢嘅表達嘅語言嘅表達嘅方式都無同樣，係。嗰時譬如講像一個國母頭，呀，拍咧出拳一天冇其他嘅出拳會講國母頭，係啊，也死鬼嘅呀，乜嘅嗬，小鬼頭。本年媽啫，我阿公阿婆媽咗，人家國母頭啊。係啊，一國母頭就係變鬼變怪嘅。係，都變鬼變怪。係啊，我從細我爸就係我特別做走自家嘅意思做嘅做事情啊，我媽就會講，嘿，一國母頭，唔過佢喺我媽嗌架，佢就講一國母嘛。講國母頭嘅時候，有少少一種稱讚嘅感覺啊。一國母嘛，其實開始阿媽嚟，佢話唯一冇嗰樣做真嘅冇嗰樣啊。我嘅底下其實就使用其實有用當到你父親爸爸寫詩嚟變做你嘅歌曲嘅詞咁樣，所以我想落下一段以前我想你先談一下這個詩詠佢點樣用佢爸爸寫出來嘅詩變成佢自家嘅歌曲，用咁樣嘅方式老嘅爸爸寫下來一種文字嘅意境，一種文字嘅語境，用旋律嘅方式來唱出來。我想你先彈一段詩龍佢唱嘅佢爸爸嘅詩所寫嘅歌曲，到調曲，你彈詩龍唱調曲。台灣係多元嘅族群文化語言所共生到係共下嘅一個國家。我也認為講，條客家文化
係台灣文化嘅其中一個部分。我就想講，老漢語、老華語、老河洛，平平擺到鄉下，日本人感受到講，一漢語，佢嘅語言，佢嘅感情嘅表達方式唔同樣。你大家上一堂咯，談到嘅其實就係使用，佢用一個爸爸寫出來嘅詩變成歌曲，一條歌嘅咯。其實當間偏去注意講當然按樣一個傳承和表達嘅過程對我來講係當美麗嘅一個過程不過其實都會想問講，因為一個唱歌嘅人對文字有樣嘅一種敏感度，會影響到佢唱嘅一種曲、那種旋律。所以你即個係樣嘅去想爸爸留下來嘅一隻詞咯，詩歌。我想我爸爸其實佢嘅詩全部係用中文寫嘅。不過呢，我嘅用詞老佢整理佢嘅詩文寫家下，我就感受到講，佢詩度哈，其實專門都模擬。去朗誦出來，這種感情的方式，表達的方式，也係講這種意象，行家做得我知道係行家講，行家有一種非常飽滿的一種感情。文字的部分，文字的部分，嗰種係嘅樣時呢，就開始家係用朗誦的，我就讓我爸爸講，爸爸唔吃糖啊！咧，我朗誦人嘅詩。佢講操，佢就係用母語嘅方式，係用漢語先思考，以後呢將專門到中文去寫出來。嗰時候佢聽到我去朗誦人嘅詩，甚至呢包括音樂嗰度，音樂部分就出來嘅。你講我讓你嘅詩歌合體。詩就係歌，歌就係詩，兩隻合體嘅，合體。因為你嘅無論係中西嘅文明，全部都有按你嘅情形，有押韻，也係講佢嘅音樂性，也係講佢嘅一種感情嘅流通嘅嗰種，透過一種音樂節奏去表達出來。嗰種我就偷兩個爸嘅詩，我就感覺到，我諗佢唱出來，唔單唱係朗誦出來。對我來講，我即個想到一個點就講，其實我即個沒想過我第一本小說其實係短篇的小說之報，其實佢就當到用客話嘅諧音字去寫，我其實寫童書，寫童書咩講可能啊留幾時嘅留嘅一個客話嘅母語嘅叫做連接性，還算強，其實張周邊聽咩嗬，然後幾年行到不卡。老媽媽來到，爸爸來到鄉下，路到鄉下，所以佢冇人講過年嘅名，所以伊係你講學法。所以變講其實佢個系統冇變停。我覺得當好奇講，如果唔聽到第三張嘅專輯多一集嘅時間，人家唔就開始請女詩人，用一種描述唐人用身為老師妹交換孕育生命嘅子宮兩個方式，以老交流講，我來用兩個詩來寫我嘅歌曲。其實呢件事情係兩個做出來，兩個同兩個子宮做出來咯。而且也分兩個部分講啦，就講先前就係兩個爸爸嘅詩，去唱佢嘅詩。咁幾樣詩呢，其實我也對台灣嘅其他嘅現代詩嘅詩人就開始關心嘅。我知道就講唱詩，老師去唱出來一件事情，比去用文字來看閱讀也詩作，有唔同樣嘅本人嘅一種寄託嘅方式，唔同樣。嗰種幾樣詩就係大量嘅留台灣現代詩嘅詩人嘅詩作去唱，去唱出適合嚟去編嘅音樂，也係講編嘅歌去唱出來嘅。嗰種加當然第三張專輯，留台灣嘅12位詩五線詩人去留佢呈現出來。
主要也係因為講就講，因為台面上含咧男性使女就佢個能見度較大，你看到較大啦。係，加一條五星使女，佢一條也尤其是個非常特別的一種視覺，然後表達的方式，甚至呢，我其實我呈現呢就講。喺度台灣係多元嘅族群文化語言所形成到係強下嘅一個國家。故所呢，我一種專心呢就呈現唔單槍係漢語，嚇有華語有河洛，嚇。咁當然我也認為講，喺度客家文化係台灣文化其中一個部分。故所我就想講，老漢語、老華語、老河洛，平平。擺到鄉下，日本人感受到講，一漢語，佢個語言，佢個感情嘅表達方式，老華語、老河洛唔同樣。好，所以我也第三種專心咧，也係希望就係用按呢個方式去呈現。剛才講到一個點，就講其實當到女性詩人叫做男性沙飛碟嘅哈冇。可能冇機會本人大量嘅讀到，大量嘅看到。當大上嘅有一種佢設計一種西方人嘅一種表達嘅一種方法，表達一種訊息，表達一種風格。所以因為較少本人看到，也個文字嘅部分就點點清清變啊順行嘢。不過等到有歌嘅落來就冇咁樣啦，因為對我來講啊，是到歌曲嘅嗰種。傳染力一切就當強，因為你想講，其實就係像你彈嘅日本歌曲也好，也彈嘅美國嘅音樂歌曲也好，其實冇先彈嘅時候，佢哋講乜嘅？不過是到佢個語言同佢嗰種旋律當中嘅時候，就覺得當好彈啊！彈起來彈也就是到你個語言當強啊！所以我就想講，其實咧到女詩人嘅詩歌，透過詩律這個寫嘅曲，結合曲下唱出來嘅個瞬間我就知道其實咧，個詩已經送到那個一個高度去了。那個歌曲，然後咧詩嘅結合，然後咧幾隻歌唱嘅表演，就有這個來到那個一個階梯當中去。那個台北當中去，所以其實按樣嘅結合過程，一出就係這個香港挺好嘅一個方式，就像下一隻小說嘅故事，會不會天使來讓撲出來？兩隻就走到那個一隻台北當中去，但是按樣過程嘅一種結合，一出就係這個當感興趣一部分。好像其實你係咩當中一點啦，不過因為冇可能一下處理，因為啲人家講到廣模條，其實呢個樂團嘅名就係講廣模條啊樣，所以點解要用外國人樣啊？記得，要用外國人，即係要用那個兩種冇可能嘅語言同嘅，所以多啲樣係保留啦。係啊，我因為就係邊歸邊歸，吃油吃菜啊。嗰種吃油吃菜也係錢係幫人目的啦，嗰種無論係乜個人，只要做得吃油吃菜向下比，就唔敢講嘅假使小說專門到戲劇，專門到電影，也係講專門到音樂。也係講專門到憂傷嘅故事、音樂書、故事書安尼。咁我哋樂團咧，也係廣模條樂團，有5個成員，當然就我係作詞作曲，變嚟講我係核心啦，因為其他嘅團員咧就每3年負責嘅部分就冇重要。而家睇係客話喎。談唔成，唔過呢，10年下來，多少係啊，像乜嘅落腳難撞，其實哋乜乜停定落腳難撞。咩啲啊？好像你睇下談水龍江嘅嘅音樂嘅風格，讓佢形成談到佢爸爸寫出來時，讓佢慢慢地被轉出來，然後讓佢去做。13年老森林長年輕的10年來做搞辦志工那件事情上海段時間按照來談
使用当中的部分，伫使用其实佢对刚一开始讲到的两个去创本新年的糖果的一件事情，其实佢没有下很多功夫，而且下一段的时间再来使用，来谈一下佢两班人去本新年的用糖果的方式，行到客家的深度方式，安尼还下一段来谈。其中有一首很多按讲，按讲，嘿，就讲有一只三角台，做个花园度哈，好，个花园七七七七，好，呀三角台就行来行去，个头乌乌的，看来看去又点头做个做嘛个呢？你知道三角台点头做做嘛？按讲。安尼家堂使用谈动作吼，其实咩还有动作啦，因为使用佢按长一点时间去做客家的歌曲那件事情，冇可能做两件事情天天。不过其实我个人这个当关心一点就是讲，按样嘅客家的形式套一种歌谣，那样嘅做本新年的，做相关其实迄新年的佢。其實音樂性地方給予一種歌曲係用客家的，其實你用彈嘅當習慣那樣一種語腔、語調了腔調的時間，係咪講我老些年呢？本身年呢，係那方面去學起來，學語那件事情，所以唔淨係那樣去看學語啦、客家嘅一種兒童歌謠那件事情。好像當然以作為傳統嘅童謠。佢慶祝嘅部分就會傳遞一種教育嘅，也係語言嘅教育，嚇係，因為新年嚟就係要教啊，家嘅教心，也係講家嘅好奇，也係講家嘅想象，也係講跳痛嘅，從生發度冇同樣嘅東西，好像假使真年太年而下按你嘅童謠本身嚟唱。好像也其實睇人做嘅功夫下加多，好多。嗰種好像至於到現代，以前都本身人哋做得朗朗上口嘅，也係一種考試啊。剛才像我其中有一首很多按講，按講，係，我就講有一隻三角台，好做個花園度哈。好，個花園七七七七，好，呀三角台就行來行去，個頭烏烏的，看來看去又點頭做個做嘛個呢？你知道三角台點頭做個做嘛？按講，傳遞咧就消息本地講，你上到一講，哎呀，我就看書度講，呀三角台佢做個行路行啊，頭烏烏的看啊咧，又點頭。我就知道講，一定係做個歌頌大自然，歌頌我嘅花園，講按講，好，嗰陣特別我係去小學去帶新年嘅來唱歌嘅㗎嚇，耶穌歌一定親書分享嘅，嗰人哋要做得帶定嘅咧，向下講按講，劉德英就然後要咩咧？因為人家使用講其實歌曲嘅一個意境嘅時間吼，其實你講呢一個部分嘅，我就想到其實你喺講嘅歌唱地方，亦最有一種故事性度嘅地方嘅。因為其實新年他人講嘅時，其實我看到一隻三角太陽啊，到嘅花園地方行來行去，可能一個搖頭看嚟看去，對啦，就看到嘅世界。知道以後哎呀，就感覺當好，其實當到畫面感覺嘅唱嘅歌嘅地方就走出來了。我聽真咗，因為家堂都使用嚟談講，你樣嘅去創作一隻歌曲嘅過程，佢聽得新嘅專輯地方有乜嘅發想？係種專輯很多落腳。
落腳，有一張檔，係落腳。我就想到我嘅擂台組，真嘅。像我哋上路嘅，我家族嘅擂台組係11師，加到我哋呢已經係18師，下一台19師、20師嘅，所以嚟到台灣落腳已經有200-300年嘅，200年嗬。加依做一天會講，你落腳去南洋，也係落腳台灣，也係落腳內，係。像伊阿媽咁樣，落腳到台北，也係落腳到內。可能你呢一整年呢，應該係落腳青島嘅所在。咁我想要呈現呢，就講誒哋應該假使誒哋先民係從唐山過台灣嘅話，唔係38年嘅樣式過來嘅話，係啊，係行家做，比如講17世紀、18世紀係陸陸續續過來，咁一天我坐上。坐上咗去穿越烏水橋，嘅烏水橋嘅故事開始。所以烏水橋呢，烏水橋一天係從，譬如講台灣咧，台南啊、嘉義啊，也都所在去，落腳到台灣以後呢，先開始向南向北，也係講從中部，也係講去後山，也按呢個一個發展。咁嗰時候就講我設計也19年。用音樂來尋找台灣啊！特別希望咁樣素材去演出，佢主要知道講，每一隻素材佢嘅一種自然環境，也係講人文，也係歷史嘅嗰種紋理，都係冇咁樣。所以咧，每隻嘅嗰種鄉鎮咧，氣息氣質，也係講嗰種美食都係冇咁樣。所以呢，你哋去感受較深刻咧，還是會去行家再過去，甚至呢會去透過那個樂團，也係講透過自家嘅一種參與，譬如講董事呢係台灣高接里嘅故鄉。高接里。係高接里，也張永山也係先生呢，佢辭退高職以後呢，佢就做農，加記住發現到按那個高接里嘅一種方式，咁我就知道講，也高接里，嗰種意象，幫我感受到講，人嘅愛情，假使係唱高接里樣嘅，兩頭梨樹，爽口鹽爽口，係啊，樹皮連樹皮，強生強死強命一生年。大字，係共同開發，共同大字，係共生共命一生年，係啊。所以我剛剛講到嘅，其實不管係唔講嘅落腳，也係個高接里嗰種像愛情一樣嘅過程。喺度全部係喺集全是特別愛寫嘅歌嘅。係，我就想講，就講哋客家落腳到台灣以後，同冇同樣嘅素材所發展出來嘅一種客家嘅文化特色都冇同樣，故事冇同樣。因為前後做現場唱歌嘅，我想講因為當然你係忙全部處理條面拍，就講係咪講要凊彩一條，就兩個海雜全是特別新歌嘅，安尼做一下全球首發。冇問題。你凊彩先一條，看想唱哪條就唱哪條。OK， 好。一首歌人都太魯館。嚟，你嚟當唱一下。大魯館，大魯館，屏東延吉農嘅古樹鄉，講興講富兩種頭大魯館，大魯館，大魯館，平草間流。
祖先来台南，梅烟走亮，先民开开，满风之天，鳌江出世啊，人民好路。相互相并哦，得了瓜哟，得了瓜哟，无老海，山风炮发多。爱了海，水打中头哦。大家图使用的一只音乐器材，我想就大家就会代替使用，能够给俺部俺上服务的节目，大家讲一声晚安。希望下一拜俺照顾抢到使用在这样的节目。正言定期下一张专辑出来的时间，真嚟好好嘅谈，也下一張專輯到底要哪啲客家人留下來唔係？實是講蘭水當火，實是講素養之實，實是講微塵不火，實是講千古流芳。唔定有谈过当强的，又当温柔的女巫唱歌的声音吗？这种系从土地底背唱出来的歌声，这种系从树洞底背走出来的歌声，这种系从妈妈身体子宫底背生出来的歌声，那条就是罗思良佢唱歌的声音。佢係一隻用客家話唱出歌聲嘅歌手，佢係一隻用客家文字寫出詩嘅詩人。老到唔到嘅聽佢講客話、唱客家歌，不過佢其實係同佢老生命祈禱，祈禱到客家嘅土地當中，做得生出新嘅歌謠。